哇！現場咧聽到好多觀眾嘅掌聲同埋歡呼聲啊！喺呢一組入面咧，頭3隊衝線咧包括有第7線嘅迪龍、第2線嘅路德會 One Centre 同埋第3線嘅大埔運頭塘龍舟會。咁啊，6支嘅隊伍亦都成功衝過終點線啊！恭喜晒晉級總決賽嘅3支隊伍以及晉級碟決賽嘅隊伍啊！嗱，好快咧，15分鐘之後1點鐘將會進行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2組嘅賽事，當中咧包括有第2線道嘅東張聯龍舟 B 隊、匯陽龍舟隊、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中華電力龍舟隊、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香港3名3區龍舟隊同埋科大龍啊！通常咧龍舟賽事咧就唔會淨係得1次嘅比賽咁簡單啦，佢哋咧都會咧最少起碼有2次，甚至乎咧如果佢今朝玩完中龍，今日晏晝玩埋小龍咧，基本上咧佢都要玩4次啊！係啦，冇錯啦，喺我哋觀眾席對出咧，分別係2隊啱啱完成咗比賽，俾啲掌聲！路德會 One Centre， 仲有大埔運頭塘龍舟會啊！哇，好有型喎 ！One Centre 嘅鼓手啊，揮手先，哇！好啦，準備出現喺大家正前方咧，就係4號艇嘅 VTC 龍舟隊。哇！仲有我好中意佢哋嘅顏色制服，粉紅色、粉藍色穿搭嘅迪龍，亦都係剛才第1名衝線嘅隊伍啊！嗱，當呢咁多隊嘅龍舟隊喺大家正前方經過嘅時候咧，各位小朋友不如都揮手，同佢哋打氣，因為佢哋陣間仲有其餘嘅賽事準備出戰啊！好啦，接住落嚟見到嚟自科大嘅科大雙石龍，稍後比賽繼續加油啦！好啦，各位小朋友同埋觀眾準備出現喺大家眼前嘅咧，寫住勝利號6號艇，俾啲掌聲！消防處社會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嘅大埔區，係啦，着住粉紅色衫嘅就係佢哋啦。嗱，而同一時間，大家望下你嘅左手邊起點位置，下一場第16場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2組嘅參賽隊伍，亦都已經準備就緒。好啦，為大家介紹下各支嘅隊伍啊，分別有東張聯龍舟隊 B 隊啊。咁啊，東張聯龍舟隊咧係將軍澳社區嘅龍舟運動組織啦，非常之活躍咧，參加本地好多唔同嘅龍舟賽事啊，亦都希望透過佢哋嘅團隊合作啦，透過今次嘅比賽贏出好成績，藉此推廣傳承龍舟嘅文化。咁啊，而7號線道咧將會再次有嚟自香港科技大學嘅隊伍啊，叫做科大龍啊，一班非常之熱血沸騰嘅青年啊，擁有30年歷史嘅科大龍隊員咧，時刻體驗一條龍一條心嘅精神，話要將龍舟文化發揚光大啊！咁啊，30號線道將會有匯陽龍舟會啦，亦都成立於2006年，亦都係好多龍舟嘅愛好者組成啊！個龍舟嚟緊啦！好似係。咁啊，嚟到第16場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2組。同樣都係6支嘅隊伍啊，需要爭奪頭3名進入決賽，後3名咧將會進入碟賽嘅決賽。
嚟到2026年大埔區龍舟競技賽暨嘉年華第16場賽事，男女子混合賽初賽300米嘅小龍。嚟緊啦！我哋見到所有嘅獎手亦都準備妥當。300米嘅彈距離講求速度，講求起步。咁啊嚟到男女子混合賽啊，咁啊當然有男士，亦都有女士。仲未嚟㗎？嗱，啱啱個 DJ 問到啦，小龍裏面男女混合賽有男有女，咁個比例係點呢？咁如果男女混合賽喺小龍賽制裏面呢，出賽嘅女獎手呢係唔可以少於4位嘅，咁啊，所以最少需要4名嘅女士參與。咁啊，每條龍上面除咗有獎手之外呢，會有鼓手啦，以及舵手。嗱，鼓手同埋舵手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喺龍舟嘅運動裏面擔當嘅角色。鼓手咧就負責一個節拍上啦，去帶領住獎手嘅劃槳嘅節奏咧；而舵手咧就需要喺龍舟嘅尾部度調節佢嘅舵啊，確保條龍盡量按照直線嚟爬行啊。救生員嘅邊個救？好啦，出聲一下咧，第16場嘅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2組咧，亦都係已經開始咗啦。包括有第2線嘅東張聯龍舟 B 隊啦，第3線嘅匯陽龍舟會，第4線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第5線中華電力龍舟隊，第6線國際獅子總會中會香港303區龍舟隊同埋第7線嘅科大龍啊！嗱，現時咧領先緊嘅咧就係第3線度嘅匯陽龍舟會。嗱，應該係第4線嘅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暫時咧領先半個艇位啊！咁喺3號線道同埋4號線道都爭持非常之激烈，已經嚟到一半嘅距離啊！亦都見到外線啊！要留意外面嘅科大龍咧，其實都可以見到後勁凌厲，有機會咧可以係奪得呢場賽事嘅第1名衝線嘅隊伍。7個最快，7個最快。嗱，其實進行初賽亦都會晉身決賽啦，所以所有嘅獎手其實都會因應呢小組賽裡面初賽嘅狀況嚟調節佢哋爬行嘅速度啊！好啦，嚟到最後將近100米嘅距離啦。嗱，見到領先緊嘅都係第7線嘅科大龍，緊隨其後第4線嘅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接住咧就係第3線度嘅匯陽龍舟會啊！好啦，去到最後30米嘅距離，稍為領先少少，而家暫時係4號線度。成功衝線獲得第1嘅係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啊，而第2名呢係第7線嘅科大龍，第3名呢將會係第3線嘅匯陽龍舟會啊！恭喜晒3隊晉身稍後嘅決賽。見到科大龍嘅策略都相當之成功啊！其實咧喺小龍嘅賽事當中咧，鼓手同埋頭牌嘅蛙手咧都非常之緊要。咁而頭牌蛙手咧個節奏穩定，而後面又跟隨到嘅話咧，嗰隻龍就會去得好快啊！通常咧我哋都會留意住咧頭牌嘅蛙手咧都係一啲好有力量型啦，而且係節奏感好強嘅蛙手咧嚟到去擺喺頭牌位置。咁當中咧後段見到科大龍咧都已經穩佔頭3位咧，亦都係放慢少少，留翻嚟陣間決賽啊！好啦，現場嘅觀眾朋友，陣間大約15秒之後咧就會見到剛才第16場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2組嘅參賽隊伍，包括咧嚟緊着住深藍色衫嘅係匯陽龍舟會。
佢哋嚟緊咧都會係入到決賽位置。好啦，接住落嚟4號龍啊，俾啲掌聲！新界東醫院聯網龍舟隊。後面着住橙色戰衣第2線道嘅東張聯龍舟 B 隊，仲有嚟自中華電力嘅中華電力龍舟隊。哇！見到第6線道啊，即刻加快腳步，等大家都可以同佢一齊歡呼，俾啲掌聲！國際獅子總會中國香港303區龍舟隊。仲有最後一隊成功殺入決賽啊！一條龍一條心，俾啲掌聲！科大龍。果然頭牌係大隻仔嚟喎！陣間決賽咧就可以睇到佢哋點樣出盡佢哋渾身解數啦，爭奪冠軍嘅寶座。好快咧喺大約5分鐘之後咧就會進行第17場男女子混合賽初賽第3組。哇！有我朋友嗰隊啊喺第3線啊 ，Spartan Dragon 基本龍。嗱呢一隊咧亦都有好多熟悉嘅隊名啊，因為今朝早咧佢哋亦都有參與中龍嘅賽事，包括咧有第2線就10 Design Dragons， 有第3線嘅基本龍 Spartan Dragon。